专家有智慧，讲台语，黑爸爸来欢迎第一组的来宾家庭，咱的现队。现对，现金探美丽。哎呦，真正现金探美丽啦！来第二组的家庭，欢迎来马队，哦，到星光赞，水啦！好，来，咱即马就擂台，来这里哦。慢慢行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来倒入。来，慢慢来，慢慢行，慢慢行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来，大家洗看看来，来。慢慢行。嘿嘿嘿。来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来，阮即马现队的弟弟来啊，阮介绍一下哦。来，咱的现行。现行，大家好，我是现行。边仔这位是阮爸爸。哦，现行的爸爸来因为啊。我想讲要来遮比赛嘛，都爱选一位足够讲台语的人，但是我身躯边的朋友拢无啥会晓讲。是，我把爸爸请出来啊。嘿，伊个是去迄个电台做迄个台语顾问的哦。哎呦，嘿啊，厉害呢！你看讲看卖咧。是，好，爸爸，你通下自我介绍无？我是明俊哈，退休前是伫大学做老师，即摆吼伫国立教育电台吼录台语的节目，但是我甲我足侪拢袂晓讲啊。哦，不要紧，咱同齐学，咱同齐学，我嘛真侪拢不晓讲，咱同齐学。好，今日欢迎爸爸来哦。好，来，搁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培珍，我是一个营养师，嘛是现行的朋友。今仔日咧，想要来跟大家熟悉，因为我平常时上常接触到的就是咱的老大人，所以我的台语需要做好的，希望今仔日会使好好表现。哦，欢迎啊！用台语跟因交流啦。好，欢迎您呢，来，搁扫入去。大家好，我叫陈美珍，我是一个调帮师。我做的工课呢，就是帮饭店啊调香味吼，互大家入去拢会当闻到香香的感觉。咱即马甲爸爸拢请出来啊，这边另外一组也是甲爸爸妈妈拢请出来的啦。好，来介绍一下。欢迎咱马队的队长马国贤，这个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贤啊，来啦！你。今日带爸爸跟妈妈来了，爸爸自我介绍一下。是，我嘛是一个国中退休嘿，啦，爸爸红姐，我退休要20多档啊，哦，20多档啊。对，传戏哦，即的马讲到传四孙啊，我第三个啦，即马4个啦。有一个哎呦，好，愈出来愈健康的爸爸。 85岁叫你传孙呢，哦，有听讲呢。我听弟妹去买菜呢。哎呦，你讲不好。我紧张要死啊！爸爸，咱若会当徛咱就徛，袂当徛咱就唔通好不好？嘿，爱注意哦。即马哦，我会讲你无去弄人，人拢来弄你哦。对啦，你会客气的啦，哎呀，咱较细腻的哦。注意啦。是，好，欢迎爸爸来呢。来，搁坐入去。妈妈，我是宋华京，家庭主妇。今摆伫厝内咧带孙，今摆跟5个孙啊，哦，哇，真好，刚拢爱带孙啊打棒球，我做投手。厉害。拄啊，一个讲4个孙，一个讲5个孙，我这边来是不是有高因为有一个已经大学毕业啊，哦免带啦，免带啦有人没有甲带啦。好，欢迎妈妈。来，搁坐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刘雨欣，我是演员，我今麦甲等咧甲国兴哥咧拍戏，拍戏时阵吼，国兴哥甲我照顾，甲好势，亲像我大兄安尼。是，嘿，所以讲我今仔日加你一个马到新工队，都来拍拼安尼。是，今日欢迎你来哦，好，咱个100万的朋友。好，今日介绍咱的第一个文老师。欢迎咱王秀荣王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秀荣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阿母哪像一蕊花，阿爸哪像一领被，是咱永远的宝贝。真正唔管你哦，甲几岁哦，拢是宝贝啦，伫爸爸妈妈的心肝内面啦。是好，今日宝贝拢知影有100万哦，一只。来，啊，不过100万哦，无遐尼啊简单的咧，咱爱豆豆啊来哦，爱拼几关。哎呀，甲两位报告一下，咱
贵东总队3摆，第一摆今仔日就是初赛，初赛有初赛奖金哦，啊若赢搁进入复赛第2回合，哦啊复赛嘛有复赛奖金哦，若搁赢就进入咱的总决赛，尾啊总冠军就要摕到100万。好，爸爸妈妈，咱将实力摕出来，有这少年的看好不好？好，今日来，咱来第1回合开始。 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摕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西瓜我大饼，台语心事大调查。没错。是要调查啥呢？啊，譬如讲，咱即马台湾话内底吼，可能有一寡外来物件拢是新的啦。新的。譬如讲平板电脑，我台语要安怎讲？哦，有的人可能讲是平的电脑，有人讲行动电脑，有人讲笔记电脑，无一定嘛。所以这个物件是台语新事。啊，咱经过调查了后，甲恁讲选2项上侪人讲的，你爱看卖倒一种较侪人讲。爸爸。 今日看恁的实力啊！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先把6000块摕起来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洛梨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洛梨哦，洛梨，大家拢捌食过嘛？吼，洛梨。美秀这边是苦来呀。哎呦，是安那先苦来啊？你也看。 哦，这个皮啊，有先烤鱼的皮无，就是安尼，嘿，看来焦焦，啊，看起来较白白，佫较焦焦，敢若有一泡泡的感觉。所以讲我真简单，就是烤来啊，烤来啊。哦，啊那像我这边就是阿布卡多，阿布卡多是都，就是英文呐，英文阿布卡多直接讲就对啦。对。哦，不过真罕有，我嘛冇听过呢。其实我咧想应该日本人拢安尼讲。 因为就是日翻嘛，是，不过咱都爱看即马网络，哦，大家算的是较侪人讲，是讲我的口来啊，啊是我的阿布卡多，阿布卡多，吼，好来，老师两边，咱请选择哦，来，英雄阿雄，演一边，口来啊，哦，啊是我的口来啊，听起来敢若较亲切的感觉，因为一看就有成啊。 无唔对。好来，我问这边，美晶啊，有，因为阮阿嬷有讲过。哦，阮阿嬷逐工早起拢会讲要啉咧口来的牛奶，啊，所以我有听过。是啊，好，来咱这边过来啦。好，我嘛选这口来啊，是因为这阮囝逐工食。哦。啊，有拄好问阮爸讲阿巴卡多伊毋知是啥，因为阮定食，阮知影阿巴卡多就是这嘛。啊，因为我有问过迄。 年岁较大的人，伊就讲阿巴卡多伊嘛唔知是啥，啊口来啊，伊就知影是这。哎呦，所以阮就选口来啊。是啊。好，我今下要来问一下阮古水的妈妈。来。妈妈，你捌听过口来啊？还是你拢会讲口来啊？我唔捌听过，我刚才菜市啊看到，甲买倒来食。喂，人家讲这跟我沙米上好食，含豆油。啊，对。美食家啦。无唔对，我食落去敢若美食沙西米。对。哦，迄个味介好哦。对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哦。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？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口来啊。 伊的名足济，除了看伊的皮叫做壳来啊，嘛有人发音叫做鹅来啊。鹅来啊，然后就是看伊的内底的物件，因为食起来那像油油，所以嘛有叫做牛油果。啊，再来就是转去伊英语的名是 avocado， 啊，所以就是日语咱有当时会甲发音叫做阿布卡多，所以差不多迄个音。 这两个拢有人讲，啊，毋过这个壳来啊，伊占71.2%，啊，阿布卡多伊占28.8%。好来，袂歹，两边拢有分数。拢2000哦。来，咱请促销。好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匿名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哦，匿名哦，吼，美秀这边是唱名，因为匿嘛。匿
都是藏的意思啊，嘿，个藏起来，嘿，所以简单就是唱名嘛。阿雄我这叫做看名。看，哦，个看起来。暗琴，我本来唔知影暗琴我的名，所以叫做看名。请选择必须阿雄点一边。哎，安尼个无共啊哦，是不是？好，来我问者，来新的。我感觉看名跟唱名应该拢对啦，但是看名听起来较文雅，敢安尼讲？嘿，唱较伤直接吧，所以我会选看名。好，啊那咱这边的爸爸，你来讲一下。这定听人讲，啥物物件那个暗看看，哦，嘛是暗看。哦，你们暗就是暗看。嘿，咱看一了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看名。其实两个拢介赞吼，啊，不过阿雄的看名占53.9%，啊，美秀的唱名是46.1%，所以咱这个看名，对于这个动词来讲，看就是先看起来无互人知嘛，啊，不过唱的那唱播，迄款就是迄款较无好嘅感觉。嘿，所以若准讲我选，我嘛是会选看名。好，来，咱即马取消上尾啊一题，咱拼一生死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哦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陨石的台语，倒一个较侪人讲？陨石，哦，就是有哦，天顶爱落落来。扫帚机的。嘿，来，美秀这边是青赛。毋是吐青菜哦，是天顶的青落落来的时阵，是毋是都敢落雨？嘿，有哦，嘿，一粒安尼。嘿，天公伯啊，你带青菜。青菜，咱物件都嘿。青菜。哦，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叫青椒。青椒，因为伊就是流青的椒啊。哦，腰子嘛会蹦椒出来，流青嘛会蹦椒出来。你听起来足文雅的哦，是不是？青椒啊，哦，毋过拢同款意思啦，嘿，是我的看起来敢若较有着了有符的感觉，啊，你用的是敢若一个实体啊，是哦，到底是我的青菜，还是我的青椒咧？来，两边咱请选择，必须阿雄点一边，哦，恁要个人无共款哦。好，来，我先问这边爸爸，你感觉是青椒？我甲你介绍一下，阮爸爸天文学家。哇！伊就甲我讲迄个青青的故事哦，青青的故事青青的故事。因为陨石哈，伊是一个石头落到地球，是，啊烧无了的。小村的，小村的石头，所以应该嘛是石头。是。唔是屎呢。阿俊啊，我讲互你听，有当时啊，咱咧烧铁啊、拍铁啊，咧锯物件、咧切物件，是同款是铁啊有无？啊，伊落落来叫啥？铁塞。铁塞哦。哦。无，天顶甲涂开无共款。我是甲解说讲，同款物件、同款的物质，但是迄个纯有啊，有当时啊叫屎啦。哦，对啦，又屎安尼啦，是。好，那咱这边的。因青菜哦，这阮爸拄仔讲迄，我就要笑出来。伊讲迄新椒哦，落落来哦，会讲死人啊。啊，若是屎哦，袂啦，有伤命啦。有道理哦。所以伊才会去选新屎。屁啊底啊，就甲你拄仔讲的共款啦，迄铁搭出来迄个铁屎嘛。对啊。嘿啊，伊就讲。应该是新屎啦。是。好，来这边有你有我哦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的青椒。青椒伊占的趴数是81.5%，啊青菜是18.5%，差足济。可能大家真正较无介意屎迄字，啊屎真正伫咱的台语内底拢是存落来物件，譬如讲铁屎、粉屎，哈啊，这就是讲可能大家即摆咧选的较想要较文雅的安尼，所以咱是叫做青椒。是。好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，对啦，文雅者就是咱的青椒啦。安尼嘛，听起来确实有影是石头。无错。嘿，安尼念起来嘛较顺，你嘛较会当学。好，来，
无啊哦，咱要看分数啊。第一回合分数。嘿，来看阮现行这队，即摆有6000，啊咱马甲这队咧，马到5000哦。哦，好，今日的第二回合无 AI 时光机。时光机，带你看过去。哦，来，甲两位爸爸讲者，咱等下吼会看一张相片，迄相片会叮当的哦，啊内面哦，就是要互恁要讲哦，迄是啥物物件？有可能是活动啦，有可能是地号名啦，有可能是啥物所在啦，拢互你用看来要。是啊，咱来要内面的物件哦，吼，啊分数安怎算咧？咱一题3000啦。一题3000哦。那要无对，再甲囡仔摕3000无要紧。啊，那要着全部的，就是有12000哦。哇，每一项拢有一个3000，拢有分数。加油哦！上好是全部拢甲摕起来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要开始比赛啊！是3000块先甲摕一个哦，吼。来，上个咱请提示者，嘿。是，等下要互恁看影片吼，是17世纪的时阵。台湾捌互外国人叫做沙糖的岛，迄个时阵的情形。沙糖的岛哦，吼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，哦，这年代恁应该拢知，哇，拢最厉害哇！哇，咱的糖古早浆有名。哦。哦，这拢百几倍啦！哇，这影片可是我顶住。古早。好，来，我出题，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拄啊吼，咱看得到迄个物件，就是荷兰人伫咧咱台湾大量推广、鼓励种植，了后变成制糖产业上赞的迄个经济作物。你敢知影种的是啥物咧？我来讲，爸爸就是爸爸，连这哦，拢遮尔啊，落啊，足凶的啊，嘿啊，是啦，无得惊啊，伤冲动啊，啊袂，我搁讲一解哦，是啥物农作物哦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爸爸啊！你讲老勇敢，较受影搞。来，爸爸，咱讲者是啥物物件？拄啊看到种的是啥物？甘蔗。哦。白甘蔗。白甘蔗。白甘蔗。好，来，老师，白甘蔗对唔对？正确。来，分数。恭喜哦，得到3000。17世纪，迄当阵就是英国、荷兰、搁法国，因这西方的国家，因为因遐较欠糖啦，还是欠一寡胡椒啦，吼，啊，就是甲即个东南亚、搁咱台湾即大家，拢当作是世界因的农场就对啊。后来咱就是销日本，所以咱日语内底有一个砂，就是即个砂糖叫做砂豆。砂豆。有听过吼，伊迄个词就是安尼来的，吼，等于咱台湾的糖家是足有名的，对。哦，来，我问一阮孙爸爸，你拄也有要着是甘蔗、白甘蔗，有，嘛是有的无？哦，所以讲爸爸真牛，不管是天顶还是涂骹，伊拢知。厉害。不过不要紧，咱这分数无对着，后壁少年的过知影。好，咱搁继续提分数吼。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要开始哦。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是，古早吼花莲挖海啊，即嘛是挖海啊，但是吼古早旅客吼要伫花莲的外海上花，拢爱先转坐迄个细只的船只，才有法度上花。等下就要带恁看即个转坐迄个细只船的过程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真正你看，细只船、大只船有无？哦。大船咧外口安尼。这种细只船啊，咧用的码头台语安怎讲咧？试看麦。我唔知啊，免惊啦。无得讲好啊啦。码头的台语是咩样讲咧？古早吼花莲挖海啊，即嘛是挖海啊，但是吼古早旅客吼要
伫花莲的外海上花，拢爱先转坐迄个细只的船只，才有法度上花。等下就要带恁看这个转坐迄个细只船的过程。哦，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，哇！哇！哦，真正你看，细只船、大只船有无？哦。大船在外口。对。因为有当时爱去遐挖过，对。手更好。来，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是咱头拄仔看到的影片哦，就是古早时代日本迄个大船。古早时代，迄个大船要挖花莲的时阵，有细只船来甲接。你看伊接人、接货拢有，但是伊接倒来岸边了后呢，有一个专门伊咧用的码头。哦，这种细只船咧用的码头，台语安怎讲咧？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试看麦。这些人怎么用啊？我就还唔知啊。咱知啊，咱先请试看麦。我唔知啊，免惊啦。什么杠吧？应该是。不要紧，无咱甲提者，提者好不好？因为两边拢唔知嘛。太困难啊。咱会使先想一个吼。伊坐迄种细只船啊，叫啥物？舟哦，还是啥物？三板。扇板，台语好做啥物？好啦，牛力啦。这我唔知。安尼嘿。吊船。啊个白做伙叫啥物？碟。哇哦。碟摆啊？无碟杠好啊啦。你有做碟杠哈？哎呦，袂歹，这有想法嘞。好，来，老师碟杠对唔对？唔对。好哟。啊，来，不要紧。碟摆啊？啊，唔是碟杠，哦，爱合做啥物？碟摆啊杠。哎呦，看起来有成哦。有成哦。你家己讲有成哦。这就是有自信啦。是，无唔对，所以你的答案是啥话？讲大声互老师听。碟摆啊杠。来，老师，碟摆啊杠对唔对？安尼唱。嘛是唔对。是应该有一个讲法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因为港的单位较大，所以遐是花莲港，无可能过来一个碟摆啊港。哦。所以迄个所在，咱迄个物件吼，就是讲来用塑胶做塑胶摆啊嘛，啊，迄碟摆啊，啊是有的人用钉条叫做钉摆啊。总共一句就是摆啊。啊，因为咱港会当较细，会当叫做码头，还是大船口，所以你会当讲摆啊头，还是摆啊口，拢会使，不过就是袂当占伊迄个位叫做港，哈，啊，过来这个是咱花莲的这个所在，伊伫个1931年的时开始起嘛，啊，1939年的时就是花莲港拢起起来，啊，不过伫个进前，咱看影片的大船、火船拢伫个外海遐，啊，这大家就需要遐阿美族的因。就是足有力的，伫个下早的时风影较无遐大的时，爱去落雪，啊个上雪安尼。毋过对，到下晡的时风影就变足大的，因无法度去用嘛，吼啊，所以咱这是因较特别的所在，而且迄个船啊，迄个碟摆啊，以阿美族来讲，因有一个名叫做蹦蹦心。蹦蹦心，对，足高这个名，因为因用迄个声安尼蹦蹦蹦蹦蹦，就是鱼船，细只鱼船，所以蹦蹦心就是迄个因的名安尼。好，不要紧，咱有两位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哦，要开始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提示。等一影片是咱日本时代。迄个鸦片甲酒吼，拢是互伊咧专卖哦。哦，哎呦，专卖哦。拢是伊哦。好，来，咱先看鸦片。足熟的所在。哎呦，有哦。古早厝哦。这敢若今嘛阁有啊。古早，番薯食个饱。哎呦，有写字哦。几栋的。移动的哦。哦。来，咱
咱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，咱请出题。咱头拄影片看到的吼，就是伫咧日本时代连刷落来战后，咧台湾的时阵，伊嘛是接落去接手卖迄个薰啊酒啦，拢是这间公司咧卖。啊，请问薰酒拢是伊咧卖，这是倒一间公司咧？薰酒拢是伊咧卖哦，拢是伊迄间公司咧卖哦，哪一间公司哦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哇，不要紧。薰酒，公卖局。迄是以前，即嘛是公司。台湾薰酒公司吗？无这个名。去看卖啊。是，好来。对，台湾薰酒公司。来，你大声甲老师讲你的答案。我的答案是台湾薰酒公司。来，台湾薰酒公司，老师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来分数。终于又得到3星咯。伫迄个日本时代吼，就是台湾总督府有5种物件，包括鸦片、盐、樟脑，啊个这薰，啊个酒，因渐渐就是变做爱由国家来公卖，啊是为着要保障国家的财政收入，啊个有控制迄款品质，然后保障大家定定咧用的时拢买会到，吼啊。咱这栋厝就是正个是伫台北市遐，啊，伊是1901年成立的这个薰酒的公卖局，啊，毋过即摆已经改做叫公司啊，啊，这栋厝是1922年起好的，到搭个伫遐，所以看起来是绝对要会到，啊，真正伫总统府附近尔。上尾啊一位啊哦，好，来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啊哦，来上个咱请提示。是刷来影片吼，就是要介绍恁看一种伫咧溪边定定会看到，足落脚啊起伫咧顶悬的茶厝。伊即种落脚的茶厝吼，下骹饲伫顶悬大人哦。下骹饲伫顶悬大人哦。来，咱先看影片。哦。哦，台湾以前有这种厝啊，哇，即马东南亚较侪啦。马来西亚。以前有，边仔就讲啊。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，请出题。请问咱影片内底看到古早台湾有的这种半干蓝色的落脚建筑，伊叫做啥物名？好，来。咱请手答。哎呦，几个字？3个字？3个字，2个字拢可以。落脚厝。哦。因为你认为阮的制作单位会戆甲甲地答案写喺题目内底吗？这真歹讲呢，这真歹讲呢，因为这即马我阁有看。在瑞丰遐阁有啦，家人遐嘛，家人瑞丰，遐遐嘛阁有一寡，落脚厝啦，落脚厝，好来，老师落脚厝对唔对？唔对。哦，来，咱有机会啊，半楼仔厝。哦，对，半楼啊，半楼仔厝是，确定哦。好来，老师半楼仔厝对唔对？唔对。来，老师咱请解释。好，伊正确的名叫做吊脚厝，还是吊厝？吊厝。啊，咱这个影片内底，迄是台中柳川遐的迄个古早的吊楼。啊，迄是因为伫咧民国38年的时，国民政府都撤退来台湾这大家，啊，所以临时。人足侪，伊就允准遮个兵啊，也是因遐来的人，临时伫遐起，因家己感觉会当大一个咧临时的所在。啊，因为伫迄搭遐后来因阁有帮因起迄个眷村嘛，起足侪眷村，所以遐个兵啊，因就拢搬去眷村住。啊，村的厝要安怎？就是说互一寡为庄脚来都市食
食头路拍拼的人，啊，因就是较欠迄个所在，所以迄个老仔厝毋是为头前路起，是为迄溪边一直起，啊，所以因就是用迄款落骹的迄款条啊啦，还是石头也好，还是柴也好，就是甲因用哦好势安尼，啊，就吊吊，啊，所以就叫做吊骹楼，啊，因为吊伫遐嘛叫做吊楼。好，来，咱即马看分数啊，吼，来看阮新刀，即马有9枪，啊，那阮马因刀咧，即马有8枪，哦，不要紧，啊，差这1000尔够正拼的好，哦。今日的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哦，来看这了哦，问号到底是啥货咧？个8提示呢？是的，嘿，问号是。问号代表的是奖金。哦，来少的奖金吼是1000、3000，啊那多吼就是12000、15000哦。哦，12000、15000。啊来，咱提示，咱先讲一下，好不好？有高雄、坎、天星、洪水、哦，囡仔一岁、医学、北里、哦，夜网路。果然呢，恁这边有权力参选选，要选无倒一个？要选的是囡仔一岁。好，来咱来看者囡仔一岁奖金有偌济？有3000哦，下去嘛变盘哦。好，来咱请出题。请问囡仔度这进前有足侪风俗的，人咧讲吼食什么的酒器咧 ？A 是桥还是鱼卵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食什么的酒器哦？囡仔食面的时阵，食物件的时阵嘿。5、4、3，救人哦！3000块你就救人无啊！啦，你桥啊是鱼卵。啊，问看觅，来啊，问者。食什么酒器？食什么物件的酒器啦？食汤啊！喂，你讲啥啦？阮选择是你讲的是咱的啊，是讲鱼还是鱼卵哦？咱人的内内底啦。桥还是鱼卵？嘿，迄是咱的例哦。鱼卵吧？鱼卵。妈用这个例哦。我唔捌，我应该拢食人奶，我拢唔捌食鸡翅。妈妈就会带。我食人奶。是啦，人奶较营养。当然啦。好，啊，你的感觉是啥？我感觉是鱼卵啊。鱼卵对唔对？咱知影囡仔因迄龄啦，啊是讲因咧大汉的时吼，咱拢甲因顾调调嘛吼，啊所以伫咧因一岁之前足侪袂当做的代志哦，比如讲袂当互伊穿假骹，惊伊会迄个形会绕大汉的绕破册嘛吼。啊，过来袂当困的时，因为咱的灵魂其实困的时有一种讲法是无伫的，啊，所以你袂当去甲头针，啊，无就等于搅扰伊的灵魂。过来是迄个日头还袂落山之前袂当洗身躯，讲会杀着，迄是因为。迄当阵就是讲，咱过3点半算阴的嘛吼，所以莫去互因寒着。啊，以前佫是无热水器，啊，就惊讲会干着，安尼唔好吼。啊，佫来是迄个袂当用笑，因为伊个刷落就是会有迄款口音的问题。因为讲你若用笑，就歹牵口。啊，即摆咱食桥，就喙齿摇。哦，所以你会食卵，你就袂晓算。数学的可能分的意思，啊，过来就是讲袂当食鸡蛋，啊，无你讲话落蛋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哎，盖过水哦，食桥喙齿会摇。好，不要紧，来，咱换咱人哦。选医学。医学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下医学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12000哦，来加油哦！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头一个医学博士救人无数，伊嘛是咱高雄医学大学的创办人。请问伊是杜聪明还是蒋渭水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哎呦哎呦！来，你家己知。我选江渭水吗？水。蒋啦，蒋渭水。蒋渭水。哦。你是倒一个医学大学？无，我的好哟。会当改无？
哎呀，我发球救人嘛你。要先救人哦。哈万二呢？万二哦，好啦。哎呀，这3000不要救啥货？对，万二哪救？高雄医学大学。要救啊！好啦，救人啦。我来救人哦。杜聪明，杜聪明，你敢就确定？确定？你是高雄人哦？阮兜伫高一的边啊。哦，恁兜不是你高一边啊？恁爸爸看过杜聪明啦？反正哦。我伊敢有写，伊敢有伫伊介绍内底伊顶头写伊的名，是安怎我都无看过呢。好啦，你若有确定，我就算杜聪明好啦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，杜聪明对唔对？哇！杜聪明就是咱高雄这个医病院啊，伊的这个创办人。啊，毋过伊是咱3G 家的人啊，嘿，伊是3G 家人。啊，专门伊做的拢是迄个抓毒啦，还是啥物研究，还是台湾第一个医学博士。来，换你哦。够万五呀！万开啊！万五呀！我要选这洪水。洪水。好，来，咱来看者洪水的奖金有偌济？有1000。那是只假啦！你出门有拜无啦？不要紧，咱车出题。请问台湾风俗咧讲，厝的坐向吼，应该啊撇面倒一向？是坐南向北，还是坐北向南？好，来，你有10秒时间。应该是撇面坐北向南。这敢会当？会改。你讲一个答案，偌济人你家己青，你知道？全部拢咧海头咧。后壁是讲唔对，你是讲撇是你家一定甲看。撇面坐南向北啊！哦，坐南向北。坐南向北。好，确定哦。嘿，确定。哦，你也看，无人甲你赢啊。妈妈咧笑。咱来看者，坐南向北对唔对？哦，袂歹。咱在的这个所在，吼，咱当然南就是较烧热嘛，吼，所以就是讲你的身体会较好啦。咱人需要较温暖，啊，你若坐北，你就是南的北的时，就是会像迄个东北季风，所以对身体较无好。啊，毋过这另外个关系到咱的五行，因为咱就是。南方才是南主冲嘛，啊，就是代表一个较烧热，啊，较兴旺。因为伫咱即个东方的文化内底，所有的物件的开始就是有迄个火的开始，所以因会希望讲，一个光明，一个温暖，会当互家己的身体，啊个家己的厝会较兴旺。嘿，多谢。好，来换你哦。我选高雄。高雄，好，来，咱来看者高雄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假冒社区是高雄吼一定爱去转卡的一个景点，遐有小香港的称呼。你敢知？伊早期是一个海军的贯穿，还是咱的大尾的市场？好，来，你10秒的时间。好，来。我。无迄个机会啊吼，袂使叫啦，我问高雄人一个啊。啊，无啊。我即摆住台北住伤久啊，无介知。哎呦，不要紧，你家己看。是海军的，还是讲咱的大尾？我本来想要选迄个海军呐，但是即摆看这个名，敢若市场较像。较有落啊。好啦，我海军呐。我相信我的直觉对。好，咱来看者海军的冠军对唔对？好，这伫高雄足有名的，像阮以前若坐火车登去看到半屏山，你就知影高雄到啊。啊，然后
佮看过就是即个歌舞新村，因为伊规栋就是足悬的，吼，拢总有13栋，啊，而且足大棚的，咱就知影讲会来就是高雄站到啊。啊，即个所在伊的建筑真好，算是安尼叫做小香港，因为伊拢是用迄款半圆形、圆弓形，啊，佮每一间拢细细间啊，若像芳寿共款，所以伊就是看起来，你若徛伫中央吼，真正头壳小块的戆戆，嘿，啊，就是迄当阵做即款所在，啊，互因落去大安尼。好，来继续哦。你等下万五加啊，好啊，够一万的。你敢有建议我选啥好？我是想要选网络，所以你莫选。网络，哎，莫安尼。好，来咱来看，行网络的总计有偌济？哎呦，你真正拜拜！好，来，好凶啦！一定要有丢到1万哦！加油啊！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2025年的网络统计，台湾现处时上届迄度的翕相动作，第一名的是手比爱心，还是万年的加多手？来，你有3秒时间。爱心，我看大家哦，拢是不管是有岁还是少年的，拢安尼比。我即马真少看到人安尼比的。哦。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这，也是这。安怎啦？加多好啊！加多吼，加多啊！加多。来，咱来看者，万年的加多手。台湾上时间翕相动作第一名是啥物手势咧？请问2025年的网络统计，台湾现处时上届迄度的翕相动作，第一名的是手比爱心，还是万年的加多手？来，你有3秒时间。爱心加多手。2025。爱心加多手。是安尼，还是安尼？时间到。刚好都救人。来哦，等下救的哦。哇，你救一摆啊！你救一摆啊，3000元过啊。对。啊错，我错。诶，二选一年。因为我最近翕相，我看大家哦，拢是不管是有岁还是少年的，拢安尼比。我即马真少看到人安尼比的。哦。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这，也是这。哦。爱心呐，爱心较多啦。这个这啦，这种啦。哎，还有这啊。哦。真多啦。爱心真多啦。啊，这就敢一款尔，就安尼安尼。你确定哦？应该是爱心。哦。安怎啦？你着搞呀？太这种欢迎。哎，不过我会讲，我看那比拢会。加多啊！加多吼，加多啊！加多。来，咱来看者，万年的加多手对唔对？感谢。来，文哥，终于得1万咯！好，这是2025年2月做的统计，所以有14431个人，就是直接的反应，就是安尼吼。啊，比迄个爱心的有576人。啊，毋过这个加多手毋是干那这个 V 尔，因为有一段时间流行的甲迄个倒 V，迄个可能爱少年的应该会晓用。够安尼啦。啊，够嘿，毋是啊，毋过万年的，所以伊毋管顶悬加下底加，即马搁一个安尼啊，所以4个加，所以较侪人比的，要是即个万年的加多手。好来，换你后。我选天气好啊，天气。好来，咱来看者天气的奖金有偌济？哇啦！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太白星君是定定看会到的神明？爱敢知太白星其实是啥物星咧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来哦。你已经袂使我救人啊哦。太阳。太阳。啊，恭喜咧！太阳。因为足白嘛，足光嘛，对不？无啥物天狼星啊，是啥物？好啦，定看。因有头的。因哦。我袂歹，阿姊有甲你提示哦。安尼解解。好。金星。
金星。因为吼，咱迄个太阳是恒星嘛，啊有行星有水、木、土、加金、加火嘛，对不？啊，若是白色就是五行内底的金。哦。嘿，所以若是讲太阳，你讲唔是，我就会感觉讲去选。无迄是因讲。哦，是啊。哎，有头诶。我是你传达一个。哦，好啦，安尼。所以你家己也是。好，金星。好来，咱来看下金星对唔对？够厉害啦！各位得到15000咯！多谢。对，伊是离太阳离这日头第2近的星啦，吼。啊，毋过就是讲，真正是关系咱的五行。咱谈到讲就是倒青龙有白虎嘛，啊男子雀八仙母嘛，啊所以这个白色就是等于春夏秋天的所在。秋天伊会白白，所以规个拢白茫茫的感觉，所以咱会感觉是秋天是白虎，是安尼来的。啊，所以你这个太白星君，伊就是这个白色的代表，伊拄开始是。玉皇大帝这个就是讲伊的书架，所以伊是管这个战争的，哪像足歹的。毋过到《西游记》的时，伊就变做是一个足慈悲的老大人。好，所以后来咱会感觉伫咱的文化内底，改变做一个足慈悲的人。啊，就是这个五行内底，这个白色嘛是金的意思，所以咱就是金青。即马换你啊！哇，你若拢选着迄种。系啊，哦。安那录就录袂着。系啊，敢若选输啊。不要紧。好啦，来，你家己感觉。8厘啦。8厘吼，好来看8厘的奖金有偌济？5000哦，袂歹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8厘是北部真出名的观光所在，遐吼除了会当去骑脚踏车，嘛会当参观著名美术馆，也是13行博物馆呢。来，10秒的时间，8厘晓。哎呦，捌去过哦。13行博物馆。13行博物馆对唔对？来，分数。今日得到5000咯。好，8厘这个古地名叫做8厘分。好这个所在因为迄搭遐挖进这个淡水河口嘛，所以伫咧古早的时，因嘛做一寡迄个木艺，有迄款小小的迄款行高的感觉。好，所以咱会甲迄搭叫做13行文化。嘿，伫这个所在，另外迄个选择著名美术馆是伫咧金山，金山的迄个古地名叫做吉达巴利嘛，吼，所以是无共的，听起来互迄个吉达巴利骗去，吼，所以咱咧景的是爱景哦好势，是13行博物馆。好，来啊，看哦，来一题，来，咱来看者，看的奖金有偌济？有7000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语咧讲的牵桥，意思是吼，靠我提拔，还是讲拖累？来，10秒的时间。牵桥。来，我刚刚听过牵绳呢。牵桥哦，牵桥。我感觉提拔。提拔。好，来，咱看者提拔对唔对？拄则就是讲有几个牵的即个词哈，因为即个牵桥，咱一般嘛当讲牵绳，毋过牵绳是已经有成果啊，也是讲你互我一个职位，也是安怎？若牵桥，就伫咧过程内底，伊咧甲你教安尼吼。一般来讲是较偏向教好的代志。另外有一个词牵架。一般咱拢认为讲伊是教好的，吼，多谢你的牵架。毋过你敢知影，其实这个词有当时会用伫咧歹的所在，就讲哦，伊今仔做这个代志哦，拢是你教牵架，嘿，所以就是讲你爱看前后文，其实牵架有当时较偏向歹的。来，咱即摆看一分数，好来，看是免刀，即嘛有52000。来看免刀咧，嘛有24000哦，嘛真好。好，即马今日来1秒，3000金。
1秒6,000几，画图要俗语。来，等下就有图互恁看。没错。吼，看伊的话，伊的话什么红啊啥，啊你就去约，迄是什么俗语咧？无错。吼，啊几个字阿上拢会讲啊。对。是啊，咱即马偌济钱？咱即马有52000块。52000块就是算52秒。52秒，不过安尼无够，为着莫扣着，对，莫扣着因的秒数，搁添30秒变82秒嘛。哦，好，加油哦！啊，咱来分数，咱来这个数字愈来愈悬，上好。顺愈济秒，换愈济钱啊！对，迄字就真济啊！吼，来，咱3题鸟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我要出题3题鸟，咱的第一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拢总有7个字。哦。啊，头前这只，后壁几落只嘴拢开，头前这只上市7人，后壁开嘴，头前也无开嘴。拢总52000块的奖金，因会当摕偌济登记咧？咱来这个数字愈来愈悬，上好。顺愈济秒，换愈济钱啊！对，迄字就真济啊！吼，来，咱3题鸟。加油哦！好，来，我要出题3题鸟，咱的第一题哦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切看，拢总有6个字哦。 6个字，有看到啥没？送啊！好，来，伊伫遐呐，有啊，拢足虔诚的，拜，嘿，啊边啊有迄落啊，嘿，安怎呢？什么香？讲，有烧香有保庇，正确。你手会听无？没，你真搞呢！有烧香有保庇啦，嘿，是，无唔对，袂歹，咱看一秒数。哦，够62秒咧！正好，等下恁今仔钱啊吼。好，来，第2题要来啊！加油哦！爸爸，你通摇一个哦，好看一个哦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来切看，拢总有7个字。哦。 啊，头前这只，后壁几落只嘴拢开，头前这只上市7人，后壁开嘴，头前也无开嘴，不是，会家人的狗袂肥哦，正确。哇！嘿啊，会家人的狗袂肥啊，厉害狗，对，哇，你拢压好困难呢，对，真难呢。咱彩排的时阵唔是安尼呢，不是啊，因为彩排换彩排啊，比赛换比赛啊，比赛了，咱就要进步啊。对啊。是，好来第3题啊哦。报告者，即摆还有45秒，45000哦。来，最后一题啊。加油！来，咱请出题。来，请看5个字。哦，5个字。你看。讲啊！啊，正确。怕人画救人。我想要讲2人先告状。怕人画救人。对，怕人画救人啦。啊，厉害！是，好来，咱将看一秒数。哦，即摆还有35秒，35000块啦！谢谢。哦，恭喜，35000块，真厉害。 你的礼物摕到35000块，现金哦。好，来，咱即摆今日去颁奖。来，钱有没来呀？颁奖！恭喜哦！来，有一个金牌要送你。来！哇！加公园。好，今日来谢谢咱国文老师，感谢王秀荣王老师辛苦。多谢。 李辉，咱斗阵变来去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，谢谢，恭喜，谢谢啦，感谢爸爸，赞，感谢妈妈，哎呀，高手，感谢建成，感谢爸爸，哇，谢谢 baby。